放假想一個人出門行下，呢5個寶藏小眾地，快啲點個愛心收藏，全部免費，地鐵直達。1. 嚟長洲島江堤綠道騎行露營，仲可以行下黃埔軍校，邂逅浪漫稻田，超適合一個人出遊散心。2. 水中木棉花廣州藝術博物院，館藏豐富，展廳宏大寧靜，光影一絕，注意逢周一閉館。3. 中心湖公園，有森林湖泊、大草坪嘅寶藏小眾公園，人少景靚超舒服，秋冬季嚟仲可以觀賞紅葉。4. 大沙河濕地公園，鬧市中嘅一片淨土，人少環境好，喺河邊草坪露營野餐，喺綠道騎行散步超舒服。5. 蒲洲炮台，一個超靚嘅免費睇海寶地，地鐵直達，3分鐘就可以爬上山頂，樹蔭遮陽，唔使行到腳軟。